歡迎嚟 Marvel Break 時間。今日我哋賽道，但係我之前都請咗一位嘉賓嚟嘅，咁你睇下條賽道先啦。嘉賓需要1分鐘時間，大約1分鐘時間準備。大家等等，睇賽道。如果唔想睇嘅，咁我 skip 咗呢一段。大約飛20至30秒左右就講完。賽道嘅終點喺嗰度，嘉賓最尾5秒嘅時間，5、4、3、2、1，但係，所以我哋3、2、1開始喇叭子啦，4、1衝啊！等大魔打鐘。小一豬上咗去啦！加油，小一豬衝！轉盤時間有一粒成功咗，兩粒鬥轉盤，飛入個街。轉盤，白色呢粒，黃色鬥，然後黃色飛衝咗出街，紅色最尾勝者衝咗落去。而最尾啲啡色輸咗，但係我會為大家表演多一次，然後依度開始單獨嘅粒，但係佢都係唔把握機會飛咗出街，所以跟住 Marvel 就圓滿結束，勝者是紅色。如果大家中意我條片，記得記住 like 我條片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仲有多謝今日我哋嘅嘉賓，名叫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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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